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年母。 为怎又偏偏不愿看破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啊，你敢知我的心肝真艰苦？啊，你敢知我的目屎像落雨？不甘你心痛，暗叫你的名，只是冲动哭出声。爱情的脚步，袂当继续，证明咱的爱是错误。妈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妈妈要甲爸爸离婚了，妈妈一定要来搬厝。妈，我要叫你斗阵去。我讲，乖，妈妈即摆袂用带你走咧。假使讲，妈妈若点点啊带你走，恁阿爸、恁阿妈，伊一定拢袂放我煞。以后若找着我，共款会甲你偷偷转去。所以妈妈即摆袂用带你走，你知无？ 无啊，妈，我不爱走，我要甲你做伙啊！我痛，爱记得爸爸的话，妈妈绝对袂放弃你，妈妈一定会回来带你，你知无？爱记哦，吼！妈，为什么你一定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妈，妈！ 妈！妈！露西，听到我讲话没有？ 你这个傻孩子，跟人家打架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嘛。你这样，万一要是有个好歹，阿菊怎么受得了呢？这，足疼的吼。 你看恁这囡仔，我早就甲恁讲，叫恁莫出去做工课，外口足危险的，你拢唔听我的话啦。你看今仔日出去说拄着歹人，佮颠倒互人甲你拍翻咧，你知影无？若去互阿公妈妈知影，是颠倒会烦恼呢。妈妈伊拢是为我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伊啊。阮爸应唔管阮妈妈，阮拢是咧想办法，要让阿公妈妈。 加入书啊！好啦好啦，恁大家听我讲，恁的心意我知影，吼啊，请律师的代志吼，互阮大人来烦恼就好，好无？吼啊，恁囡仔乖乖去读书，吼，莫插这个代志，好无？哈？阿伯，有点别急，听我说啊！现在啊，他要留在医院里还观察2天，看看有没有这个脑震荡。阿伯，啊？若是脑震荡，做是会变安怎？会公公吼，
哎呦，这要真要有脑震荡，会死悄悄哎。哎，好了，哎呀，忙开心起来！哎呀，你们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！我知道你们是担心他，我何尝又不担心呢？现在没有结果，还是观察期间嘛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万一要是有个好歹的话，我怎么跟阿菊交代呀？哎。我也有呀，我得搞蛋啊！我想妈妈。阿姨，咱即马来上会，伊讲会使趁几十块，一定会透到你喉咙是看病的啊。师兄，你有啊？这真啊，你哪只乖？你哪只乖啊？这钱你先摕，互邱主通我请律师。好啦，是讲这钱嘛不一定用得到，因为吼阿婆已经甲警方承认讲，伊毋是邱主杀的啊，彩虹嘛已经互警察抓到啊。好，我看吼这件案件吼，足紧就会水落石出啦，邱主足紧就有自由啊。讲吼，这钱是毋是用会着吼？这是阮何家对一番的心意啦。邱主安尼，为着一个毋是伊家己亲生的囝，大罪搁入狱，我感觉伊实在足了不起的啦。啊，讲到伊遐囡仔吼，大家实在拢足乖足有才情的啦。吼，听着讲安尼邱主入狱吼，啊为着要家伊请律师，吼，大家拢去做工呢。你甲想吼，若毋是安尼邱主普通是安尼足照顾因，足安尼甲因听吼，遐尔啊细汉的囡仔，哪会知影通安尼甲伊报恩啊？我早就讲过。邱主会是一个好老母，是啦，伊是一个真好女着吼，好媳妇啦，行行吼也袂甲人计较啦，拢替别人想。唉，我当初实袂应该安尼对待伊，我欠伊太多。哎呦，阿母啊，啊你嘛莫安尼责备你家己，免安尼责备你家己啦。其实哦，若毋是讲我爷安尼甲伊逼吼，啊你嘛无可能甲伊赶走对无？讲来讲去是我英啊呢，鸡肠鸟仔大，无腹肠，行行拢要占命。结果我甲伊婚姻，逐工安尼吵吵闹闹，无一工仔幸福。讲起来吼，我英吼实在应该家己检讨检讨才对。你莫要讲啊！我马上要走啊！你个爹骂伊，我即摆啥妈妈拢无啊！你个你去骂啥物？我马上不是要查某啦！你懂啊？我懂。我一个乖孙嘞，敢唔通哭啦？啊，无人骂你妈妈是歹查某，啊，无人甲赶走，是伊家己要走的，我还唔通哭哦，乖孙。我会走，但是妈妈想跟你比我。是伊家己要走的咧。无定有一天吼，恁妈妈就会倒转来看你的，吼，乖，唔通哭，吼。哎呦，啊，都因为吼，恁爸爸甲妈妈吼感情歹，讲要离婚，啊，这是大人的代志啊。以后你大汉吼，自然会知影，吼，乖。我都无妈妈笑啊。有啦，有阿嬷好疼你啊，还佫恁爸爸，吼，还佫恁大姆啊，大家嘛足疼你，足惜你的，吼，乖，唔通哭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进来
连你就出来，连你就出来，免着急哈。什么阿姨？我平常想去看出来无？我爸和妈妈知影我甲人冤家啦。妈妈，我咧，你哦，敢若无？啊，搁有我，你哦，哎呦，你看咩啊？看甲遮清楚咧，看你，恁吼，若知影妈妈会生气，先来去甲人相拍，乖乖无哈？妈妈，我在想你啊。我嘛是啊，妈妈。你无看到老师？老师咧？你老实甲我讲，是不是老师会出代志哈？哎呀，阿菊啊，你不要急嘛，鲁迅跟人家打了个架，受点轻伤，在医院里头，没有什么事儿嘛，急什么呢？没事了，不要急。打架哦？哪会去打架啦？你哪拢无甲我讲？顺昌，你面来好亲，你哦，你也好亲，老师，紧来，紧带我来看老师的啦！老师，阿母，会听无？囡仔，你为着阿母做的代志，希望叫我蔡慧妍拢甲阿母讲啊！你哪会这么戆啊？哈！这么细汉就想要出去趁钱，万一若是出代志，你敢知影阿母会偌烦恼？阿母，你也听我妈帮你做一点仔代志啊。我阿爸袂甲你烦恼啊啦，阿母。我唔知影，我要安怎感谢你？你互我叫你阿母无？我嘛要。我若是无你的照顾甲鼓励，我唔知要安怎活落去。妈妈，多谢你。今天，顺秋，总是阿母陪听，是阿母的快乐。下个月我就退伍，所以我要去香港。啊？你去香港创啥？去看我老娘。我老娘在香港。我们已经有20多年都没见面了，如果这次不去看老人家，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你。那我靠近你来这个阿给我讲，好让我们大家给你践行哈。妹，不必了，谢谢大家，不要。哎呦，你们这哪是包饺子，你们这不造反吗？这是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哦，你们要好好的学呀。这个包饺子是我们北方的专长哦，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啊，嘿，一定要吃饺子。哎，还有个好名字啊，叫吃元宝。你要去香港去偌久啊？我。对啊，你啥物时阵转来？要去偌久？我来接你。我可能暂时先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我去香港陪我的妈妈呀，所以暂时就先不回来。啊，不过阮会想你呢。对啊，阮就唔甘你走的。你会使甲你的妈妈带来甲阮斗阵大
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母啊，时间差不多啊呢，咱赶紧的来去啦。好，这回啊，我若去吼啊，秋子唔知会原谅我袂？我较早对待伊安尼欠伊太多咧。哎呦，阿母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秋子吼，伊是一个袂扣分的查某人啊。啊，若无，伊哪会叫咱去互伊请，对无？免烦恼啦，去啦。是啦，阿母，你今日讲要答应去互秋子做人客，我足欢喜。过去遐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拢放互袂记。我相信秋子看到你嘛会足欢喜啊。好啦，无咱来去吼。我等下行，来，我请。来，咱大家不要拢总旁起来，咱来进铁班长。来，睡觉好啊。哎呦呦！哇啦，秋子，到你就来吃啦。对，来，好，我们大家敬铁班长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平安呀哈。好，谢谢。你饭店啊，无啥物菜，啊，你就凊彩食呢，咱客气。好，使劲吃。来，阿伯，这个送互你，就是你叫着我才会来到这。因叫我代表送这个互你，你一定要紧转来哦。哦。有像嘞，那个鼻子。罗西，真乖。还有美玉、青田、顺畅，谢谢你们的礼物啊！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这些个既顽皮又可爱的孩子。我来台湾几十年了，没亲没戚的，就是你们这几个可爱的孩子，让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。你们对我的孝顺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饭店，迄是因为你做人好啦，这个囡仔吼，互你是来足疼痛的。为了讲倒转来，当初我甲美容，若毋是因为你求我，莫讲这个家庭，凡事今仔日无我。去饭店，是啦，真多谢你，真多谢你照顾阮秋子吼。是啦，好心有好报，去饭店，阮叫你甲恁老母早日团圆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来，谢谢各位，有人祝谢谢，你。谢谢，一起来。去饭店，这水饺吼是你教我做的哦，啊，你着我食较济哦，食好完才用的哦。好，使劲吃，使劲。阿伯，你到香港一定要写尾互阮哦。阮会一直等你的批。对啊，若是吼，你有啥物无顺遂，你一定要甲阮讲哦。无吼，你就转来，因为我爱你。就那么办啊！阿伯，香港伫咧倒位啊？是毋是坐火车要坐足久的？老是的，香港足远的呢，爱过大海呢，迄个坐火车袂到，爱坐飞机啦，飞机啦，飞机啦。哇，遐远哦！阿伯，我若大汉，我一定要去找你，好唔好？好啊，百万欢迎都来不及了。你也开车讲啊？我敬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这些年来这么爱护我，还有你们这群可爱的孩子，这儿的一草一木，我不知道这次我走了还会不会回来，我这里永远是我的故乡。谢谢。阿伯，你可以加几罐啦？阿伯，你可以加几罐啦？好，
呀，好，都吃不了了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呀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么多都吃不了了，你看，哎呦，你上爱吃你素鸡对吧？来，我也再跟你讲。哎呀，谢谢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是这些孩子对你爱的表示，再多你也要把它吃完。吃，我给你吃光了，你看，下手。不要重新嘞，你看懂吗？好。1、2、3，阿妹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有交代，袂使听。哎呦！不同，你爸来啊啦！你来嘛啊！你这去死！你全靠！别动了啊！你干嘛？你个动啊！你靠我！沈秋雅，你有。这里。孙秋雅，歹势，目屎切切的，公场场所歹看啦。来看这蔡慧仪啊，穿这束衫有亮中无？哇，是哦。歹势，目屎切切的。阿姨，哈？拄啊伊输较水啦。啊？拄啊伊输较水哦。好啦，怀疑我是早足地输来的啦，我过来去换。蔡华了，快换，时间袂有啊，卖个换。卖换？卖啦，我还是来换起来较好啦。小等下，足紧。阿姨我真是互你气死呢！啊，时间都袂换，你搁叫伊换？你要来了，郑秋，妈，咱就兄弟啊！心头阮像月打云，茫茫渺渺袂安稳。虽然有分开时阵，奈何只有是半瓶的云。为坚定，好情谁人问？为爱，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。